奉叫做日本反送中第一人的平野武良，我来到台湾交流。今日出席印太战略智库检讨会，伊也提醒台湾民众唔通看轻中共的心头。另外，上新一期的日本版《新闻周刊》也用台湾出代志做封面写特别专篇。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副会长奎尼克伊就讲，若准发生第三届世界大战，台湾海峡将有可能就是爆发点。伊也邀请台湾继续精进自我的防卫能力。大家好，我是平野游龙。一开始将真认真的台语介绍个机，日本有名的社运人士平野武良，搁再来台湾交流，行程是真赶。离地以前，日本的护护来出席印太战略智庫舉辦的研討会。中国共産党が日本と台湾を侵略しようとしている植民地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確信しています。その脅威から私たち日本人、そして台湾人は協力して戦わなければいけない時代になった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高调台日中关系，平野武良推广抗中理念。今年31岁，伊捌亲身到香港赞成反送中运动，被称作日本反送中第一人。今年7届日本参议员选举，更加互伊搁再受到注意。政见主要是拍抗中牌，尽管最后无得当选，不过伊无党籍，头一摆参选就伫东京都选区摕下23万外票，正做雄雄出现的新力量。伊也希望讲未来用以国会议员的身份来台湾甲大家见面。多くの日本人の若者が中国、そして中国共産党の脅威に全く気づいていない状況でございます。この深刻な状況だからこそ、私平野瓜生真剣に、そして早急に日本の若者に対してウイグル、チベット、南モンゴル、香港で何が起きたのかを伝えていきます。也来讲，伫这时阵最新一期的日本版《新闻周刊》是以台湾有事当作封面制作特辑。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副会长奎尼克讲到，若第三摆世界大战爆发，台湾海峡恐惊是上界可能的引爆点。更加讲台湾正伫快速核地化，也是继续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现代的战争是有利于防守一方的，发展防御性的武器，造成这个努力的形成这个不对称的战力来捍卫台湾的领土。这个想法我认为是正确的。台湾的国防战略转向军力弱者对上强者作战，以核地战略方向发展，得到奎尼克学路。不过伊也补充，要合作中国，台湾永远爱挖苦美国继续来支援。记者综合报道。